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8月20日的暗新闻，我是朱永晓。天气真热，今仔日各地高温拢伫33度以上。气象局中昼12:40伫花莲富源测站测到41度的高温，而且过来3天的是愈来愈热，台北甚至可能感受到43度的高温。不过到拜三天气就无啥稳定，时到可能会有风台来继承。 这错漏的速度比正常减少1/3。最近天气继续烧热，而且无落雨，依然受欢迎的旅游行程，安农溪过无也受到影响。业者表示，只会当转往水量较大的水头，才会当有过无的趣味。 整理清水地的温泉园区，则因为无山泉水，会当透凉高温温泉雪休园。另外一个热天上来的好所在，所有冷泉虽然目前无受影响，也毋过店长也是真烦恼，希望会当赶紧落雨平衡。我们当然也会担心的。如果说这个够不落哈，也许这个地下水的这个补充就会减少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想老天也要作美。 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继续烧热，各地高温普遍伫33度以上。21到23这3天，高温有机会继续提高到挑战今年上高温的纪录。因为还是高温炎热嘛，体感温度，未来1周比较接近体感温度40、41度的部分是在桃园以北地区。后礼拜30时开始，天气会开始转为无稳定。 台湾东南风的热带扰动有机会形成风台，虽然目前无雨落山看起来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无悬，不过也是爱继续观察。不过有望有希望为台湾带来水气。记者综合报道。家己东少蚵仔本来是要趁中秋的时阵大卖，即马煞熊熊大量死亡，损失真伤重，绩效也可能受到影响。初步判断可能是蚵仔敌人鹅雷造成的。 毋过是安怎鹅雷会熊熊生炭？敢是和天气热、佮有水变少有关系？这个来调查。蚵仔农连日采收，也毋过检查采收的蚵仔，有一寡看起来拄仔死无偌久，有一寡已经是残啊。家己当朝的蚵仔进前因为疫情销路受阻碍，本来想要趁刷落来中秋冲买去，煞拄着蚵仔死到顺河城，蚵仔农损失惨重。 无像今日遮严重啊！这两担啊拢安尼，这两担拢安尼啊，溜起来就是拢片壳拢死了了啊。内底拢无蚵仔，内底拢无啊，有的啊，佫有肉啦。啊，迄都拢臭去，啊，拢死。瓜死死的。蛆也有啦，啊，蚵咧也有啦。 蚵仔农怀疑是天气伤热，海水温度升高，才造成蚵仔死亡。渔业署甲家机关农业处协报19去查看，初步认为可能是蚵仔填着蚵雷造成，因为蚵雷会爬到蚵仔顶面，正入去壳内底输蚵仔肉。渔业署将讨论安怎协助蚵仔农。有一些比较个别的科田它的损失率可以达到2-3成以上那昨天呢，科农也有提到说希望渔业署可以开放科拔也可以聘请外籍移工来协助减除科罗这一部分那渔业署他们会带回去中央来研究法规。 今礼拜台南北门才传出，因为天气热造成大壳的大粒蚵仔，若是体型变细，数量也减少。即马佫传出家己当朝的蚵仔大量死亡，虽然目前受害也无严重，不过若状况继续落去，恐惊中秋想要食蚵仔，都爱加开钱咯。记者综合报道。高中国小8月30日就要开学啊！家长指挥中心讲，毕业点5疫情得要夹起来，真侪家长就赶紧带囡仔来注疫苗。 因为今仔日的本土是21925例，有117例中重症，佮添3例囡仔重症 Miss C。校门外口人排甲真长，不少家长带囡仔，伫校内要结束，赶伫开学进前将疫苗做好做满。 想说趁开学之前赶快来把疫苗打满打好，然后保护健康。一个高中，一个国中，之前有确诊了，3个月后才能打。第3剂，然后现在就是没什么感觉，因为如果开学然后不舒服要请假，就感觉很麻烦，就课业会掉很多。 为了伫开学进前提升校园疫苗注射率，北市教育局也规划多元管道，除了校园集中注射，也有北市疫苗预约平台、甲专案门诊、发生各种注射站，真侪人抢来预约。应用需求，佮开设先得市场专案，提供预约名额600名。不到1天半的时间，原本预约的200人就已经额满，所以紧急加开到400人。那目前也是额满。
疫情指挥中心20公布增加21925例本土个案，甲236例境外移入，36例死亡，另外增加3例儿童重症免死。那今天新增的病例数较昨天少约630例，减少了2.8%，较上周六增加约870例，增加4.1%。指挥中心预估 BA.5 疫情8月中下旬升悬，外界也关心敢是会延后开学，甲修改停课标准。对此，指挥中心表示，目前教育部甲各县市讨论中。记者综合报道。苹果公司宣布讲，有黑客找到治安的空隙，会使入侵你的系统。民众若咧用 iPhone、iPad 和 Mac 等苹果的设备，上好是赶紧去更新系统。华电引用苹果公司的讲话，指出顶日有无愿意具名的研究人员向因公司提出警告，指出苹果作业系统的治安空隙可能影响到苹果自行开发的浏览器，包括对上型笔记型电脑到更较侪人爱用的 iPhone 手机、参 iPad 平板等等行动装置，全部拢无法度避免。This vulnerability should be taken really seriously because it does give somebody full admin access without you even realizing that it's happening, without you clicking on anything, without you having to click on something that lets the bad guys in. 透过骇客技术监控网络使用者，定处伫无清楚的地带，像恐怖分子，就定以网络通讯联络同伴，避免招人闹事。不过，当执法单位的权限大到某一个程度，就算伫民主国家也会引起侵犯人权的证据。6月间由台湾 NCC 推出的所谓中介服务法，就是真典型的例。Law enforcement entities that would be often exploiting these systems for legitimate purposes. So, for example, counterterrorism. But we've also seen other states, other organizations go after, say, foreign dissidents or journalists. 当然，使用者若讲真无放心，将要推出的上新版作业系统 iOS 16增加所谓的封城模式，就像进前袂少国家为了防疫，不准民众随意离家外出共款。一旦启动封城模式，等于伫网络世界将家己关起来。不过，通常只有真大影响力的公众政府记者才有这个需要。苹果公司并无建议一般人启动封城模式。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讲到这所谓中介服务法的草案争议真大，这也正做台北选战的议题。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骂这个中介法是恶法。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讲民主倒退路。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应讲先唔修法，斟酌讨论了后才去办公听会。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也讲，这是需要社会对话，慢且修法是正确的决定。NCC 建议所谓中介服务法草案，学者专家烦恼的限制网络言论的自由，也引发各界议论。行政院长苏贞昌决定修法行动条例，不过国民党甲民众党共声来批评中介法和民主倒退。看到陈时中还在为这部法案擦脂抹粉，完全无视这部法案对于台湾社会、我们民众言论自由的伤害跟限制。我是律师出身，现任的立法委员，我也直接公开反对这部恶法。当年花了那么多力气去争取了这个言论自由不受审查的这样子的过程，今天又要回到审查机制，30年后走到的是民主退步。黄珊珊也进一步表示，看开中介法是用保障相关社会特殊理由去限制言论自由。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是认为，暂缓修法是正确的决定。苏院长认为，在此时可能尚未成熟，需要社会的对话更多，所以就暂缓。我想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那我想 NCC 他这次再拿回去，一定将来会提出更好的版本，然后进行更好的社会对话。所谓中介服务法草案公听会引起争议，苏贞昌立即表示，研议法案办公听会，和各界表示意见，是不免有待进一步的精致化，应好好来协商，这是民主程序运作的过程。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近代的农产品，台湾有袂少果子拢介绍去日本。日本伫今年顶半年就成做台湾第2大农产品出口国。今仔日伫下晡伫凯道就办台日水果的交流活动，农委会希望甲柑仔蜜、有火龙果、猪肉等等的农产品拢销去日本。不过有农民讲，这个检疫真严格，有文化无同，这拢是销去日本爱克服的难关。金蕉、往来芭乐，台湾特色热带水果；水蜜桃、麝香葡萄，日本是特色温带水果。凯道头前有台日友好水果的交流活动。
农委会指出，两国农产贸易互补，会使满足彼此的消费市场。所以台湾爱更加努力。包括我们的番茄，包括我们的红龙果以及猪肉制品，期待可以让日本政府同意之后，我们可以来大幅度的来外销到日本市场。南投农民也找到家己生产的特种的黑龙果来参加。农民讲有外销香港，不过即阵加减的烦恼讲，倒一天两花紧张起来，销香港也受影响。伊讲到日本的检疫条件是较严格，佮再加上红肉市场的接受度是较低，也是有一寡条件存在。文化的差异，他们比较不喜欢说红色的吃下去排出来的那个颜色，可能还要努力的地方，就是要让他们认识这个水果这样子。种木果农民对着日本市场也真想要试看卖，也毋过做外销爱先投资几啊千万，包含建置菜肴处理、炊事冷链等设备。先期投资的话，大概会到2到3千万这样子。木瓜产业如果到外销到日本的话，整个经济的产值是可以弥补整个设备的投资。农委会表示，水果销中国受到阻碍，感谢日本的消费者接受台湾的水果，往来也因为外销和产地价小稳定。另外，根据统计，今年顶半年，日本已经将做台湾第2大的农产出口国，外销量大约是2万多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基丁真正受到疫情的影响，员工拢无人来遮行打，市府即马就推出多项活动。今仔日起过的风吹节，就放真侪海洋成本的风吹来吸引游客。另外，民众也伫要抢伫歇热结束进前，紧出来耍。嘉义民雄的大树椰祭典的雨伞步道是出现真侪人，花莲的饭店的主文率也拢大提升。真侪款的大只塔裤、大海翁、这海洋生物飞伫半空中，得到韩国流行，高雄基丁风吹节20登场，出现真侪只的海翁、这风吹，吸引真侪游客来看。很疗愈，很疗愈。第一次看这么大风筝，然后很高兴这样子。基丁的员工顶半年连续受到高雄港互相消费加本土疫情的影响，趁疫情有较热，加上休热，市府先后推出乌刷玩艺、风吹节这活动，重振观光，不间断的推出各式各样的活动啊！光是今年1到7月的观光的人潮，游客的人数呢，就已经超过了去年1整年的游客人数。疫情较热，各观光景点到假日拢是人，才拄到农历7月，嘉义民雄有重要普渡祭典、大树椰祭，游商团祭典的时间拢会落雨，表示周边设置真侪湿地的雨伞廊道，吸引游客来翕相。看这休热要结束啊，民众把握最后机会到东部去旅游，也花莲休热期间订房率是大幅来提升。国里补助的一个助攻之下，那我们饭店现在整体的一个住房率有来到了85%左右，相较历年暑假的一个平均的话，有大概成长了20%。抱持乐观的态度来面对，因为毕竟疫情已经2年多了，然后很多国人想要出境没办法出去，外国人也没办法进来。相关国内旅游伫补助之下有回升，业者依然希望讲国境的大门会用伫疫情稳定了后，赶紧来开放，扩充旅游市场，稳定客源。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的成人街因为永过有3间戏院伫遮经营，互号做戏院街。在地青年就选伫遮办暗公教活动，毋但了解在地历史，也希望结合店头来带动暗时的经济活动。所以这里是日治时期的南座戏院，然后是国民政府的国民戏院。向参加活动的民众了解沿路看到的建筑甲历史。19到20暗时，伫嘉义市的成人街有举办暗公教的活动，导览人员带民众了解以前的戏院街啊。历史的建筑物有了景深，就是有了它背后的故事，然后让我重新认识我自己的故乡。这条街道上有3间戏院的这样一个历史。所以我们想要大家去认识不一样嘉义的街道，因为这个早期的这个成人街的历史，其实是比现在嘉义文化路更兴盛的。为了要替这条街啊，把过去闹的感觉吹回来，在地少年人组成的创新团体，串联地方店头，结合在地文化，希望用创意替家己营造无同的暗时文化。啊，那如果有一个小朋友来的店吼，我好了解讲，起码还有这种地方可以买东西，啊，有当时他。要后面大汉他就会来买。其实我是想讲办这活动，希望讲大家想到嘉义市暗时无干那是只是文化路亚区啦吼，我们希望是扩大整个商圈的规模，然后把整个经济的发展能够延长到晚上的时候。除了街仔的导览，店家阁做伙来街仔摆摊啊，边仔大楼的楼尾顶嘛有表演的活动，
主办单位表示，这是头摆伫暗时来举办这种活动，希望会当互游客甲在地人对家己市有无共的认捌。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进前入围金曲奖的乐团曾卡人有出一底夜观巡场的专辑，即马因杀出共名小说。团长兼作者的张家祥用华语南台语文的方式，家己做囡仔的记忆，佮有家己在地历史甲民间传说，甚至228事件都写入去故事内底。即马就带你做伙来了解这本小说。今年这入围金曲奖的曾卡人乐团，最近新出一本专辑，甲同名的新册。团长张家祥表示，伊自高中前就开始筹备出唱片甲册两个物件相关联。内底的故事嘛是咧讲传奇的故事，咧讲我细汉时一寡童年记忆，啊一寡较魔幻的物件，可能鬼仔古，啊有规个闽乡地区啊发生啥物代志，规个家己的历史发生啥物代志，啊到规个台湾的文化。册内容嘛算是唱片歌词的长篇，将地方野史、鬼神信仰、228历史等等掺入去内底，搁较记录着一寡短暂的人物。张家祥表示，像伊问过家己8挂岁阿公庄头的历史，就甲官方的历史无共，嘛因为咧写家己细汉的记忆，就用台文来写。较早细汉的记忆拢咧讲台语，啊，我愈写时愈感觉着我应该用台语来写啥代志。啊，但是我受的教育，我所有教育内底拢是华语的教育，啊，写的文字拢是华文，所以我感觉讲，我就忠实呈现这个状况，我都有时阵就华文，有时阵就台文。册内搁较有关注兵器、客机等等，伊认为即马是多基建的时代，所以爱完整呈现。张家祥希望读者甲介意音乐的人，通甲文字甲音乐相结。哪听哪看，得到全新的体会。记者伫甲不离小凯伫个随台北采访报道。71岁画家黄秀华，伊要学过画图，煞用画笔画出伊人生整整的经过。真特别的是，为几百作品，伊阁是摕台语诗做素材，即马就做伙来看伊的创作。人生一世匹配忧，日月星啊过千秋，天地圆满的人快乐，水稻中港乒乓流。对台语诗找灵感，今年71岁黄秀华过去无学过画图，家己用画笔画出生活中的故事，希望用创作来甲大家讲爱珍惜身躯边的一切。人生一世一定会拄到困难，会拄到忧愁，但是咱的性命是有限的，所以不要把生命浪费在这个忧愁里面。啊，圆歪呢就是门栓不门拆两字，哦，圆歪，哦，安尼，啊，水稻中港乒乓啦，就是乒乓，这是乒乓这样子。除了用台语诗创作，伊阁用过去去芬兰旅游的经验，看到当地少数民族的纹理、东巴文来做画图的题材。感觉每一幅画是不一样的画，可是放在一个展间里面，看起来又是属于一系列的画展。以前的人就用象形文字，他就可以表达。那我觉得说，我就把它拿来做创作，比如说我就找这个手足舞蹈这幅的话，天天快乐这一幅的话，我就会找到跳舞、唱歌，还有吹笛子。黄秀华讲，家己70岁才开始画图，嘛希望用家己的创作故事来影响身躯边的朋友，对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唔通受到岁数限制，想要做就去做，为家己来活。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是27度到37度，中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是24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外岛地区是27度到33度。再来个未来3天的气象。
绿岛是台东少数人口无减少、电岛增加的所在。在地台东自然林业协会长期关心绿岛的环境甲文化的保存，最近有不少对台湾过去的少年家拢投入这行动。小等下7点半，青春咱的梦来看这群少年人安怎推动绿岛的影视观光。感谢你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朱永晓，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